我哋既同上帝一齊工作，就勸你哋唔好辜負佢嘅恩典，因為佢話過，喺施恩嘅時候，我垂聽你嘅呼求，喺拯救嘅日子，我救咗你。睇下，而家正係上帝施恩嘅時候，而家正係拯救嘅日子。為咗避免有人誹謗我哋嘅職務，我哋唔單止凡事盡量唔去妨礙人哋，而且喺所有嘅事上都證明自己係上帝嘅僕人。就好似喺各種患難、艱苦、貧窮、捱打、囚禁、暴亂、辛勞、失眠同飢餓嘅情況之下，我哋仍舊堅忍落去，而且以純潔、知識、忍耐、仁慈、聖靈嘅感動、純真嘅愛心、真實嘅道理、上帝嘅大能、身旁左右嘅仁義武器，嚟到證明自己係上帝嘅僕人。榮辱褒貶，我哋都唔在乎，俾人指為騙子，卻係誠實無偽嘅；被人睇成無人知識，卻為人所共知嘅；隨時都有殺身之禍，卻能夠安全無恙；屢次受酷刑拷打，卻不至於喪命；似乎落落寡歡，卻係時時喜氣洋洋；似乎一貧如洗，卻令多人豐富；似乎身無長物，卻係擁握萬有。哥林多嘅弟兄姊妹啊，我哋心直口快，毫不隱瞞咁將一切都話俾你哋聽。如果喺你我之間仍然有隔膜嘅話，恐怕唔係我哋嘅愛心唔夠，而係你哋心胸太窄啦。而家我將你哋當做親生仔女一樣，希望你哋亦都敞開心胸，向我哋坦誠。我哋唔可以同唔信主嘅人合作共事，因為正義同不義點能夠有合作嘅可能呢？光明同黑暗點可能共存呢？基督同魔鬼點可能彼此相容呢？信徒同非信徒有乜嘢共通處呢？上帝嘅聖殿同假神係絕唔相同嘅。我哋正係永生上帝嘅聖殿。上帝話：我要住喺佢哋中間，喺佢哋當中往來。我要做佢哋嘅上帝，佢哋要成為我嘅子民。因此，主全能嘅上帝又吩咐話：要離開佢哋，同佢哋有分別，唔好沾染污穢之物，我就會接納你哋。我要做你哋嘅父親，你哋亦要成為我嘅兒女。